各位兄弟平安。伫讲道的头前，咱先用祈祷来准备咱的心，咱做伙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大权能的主宰。你伫创造以前就有备救恩伫阮的生命内底，搁伫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所成就十字架的功劳，互即个救恩会当完全的实现。主你也透过因带阮伫每一天生命的成长，来成做你的囝儿，成做基督耶稣的门徒。主你帮助我，透过今仔日的分享，搁一摆真正明白你的话语，也愿意顺探你的旨意来行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者所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过去几个月、几礼拜吼，咱透过蔡主任牧师一讲一讲咧传讲，咱是要去做一个属灵的囝儿的生命。那么去做真做上帝的囝儿，有上帝的样式，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迄个生命是怎样来去做？今仔日咱到一个足关键的学习，就是祈祷，就是祈祷。透过祈祷，咱会当搁较在北。搁较稳，会来去做属灵囝儿的生命。咱为学习开始讲起，咱拢是国民教育的产物吼，咱拢是一定爱去学校的，无论咱欢喜去也是无欢喜去，咱嘛一定爱去学校上课，课表逐个老师嘛替咱排甲好势好势。伫学校的学习上课，咱最主要是要学习一寡知识。互咱会当对遐得到利益，来互生命成长，也有比咱会当进入社会，成做一个会当工作、会当有基本生活的技术的人。但是，一般来讲，若有经验的人，伊拢会发现讲，学校所学的才会叫做理论。进入实际的生活，进入实际的社会，进入实际的行业，进入实际的职场，就发现。咱需要把这个理论变做实际的方式来运用出来，这就是实践。而这个过程，咱会进一步发现一项事，就是理论甲应用的实际中间，那亲像是有距离的，敢毋是？有当时距离阁真大，有当时感谢主距离较细一丝啦。所以透过这理解。对即款理论甲实践，伊中间的距离的理解，咱爱加运用、加实习、加反省，也透过实际经验转来修正咱所学习的理论。祈祷敢毋是共款，咱若干那会晓讲，咱若干那读足侪属灵书籍，迄是无路用的。若咱读足侪册了后，别人讲咱做伙来祈祷，咱讲毋好，我会惊。也是讲人邀请咱开喙来祈祷，伊讲毋好找我，找隔壁迄个较敖。安尼咱的生命就袂改变嘛，敢毋是？所以咱已经进入祈祷的学校，要学习祈祷，就咱的目的是啥物？这足重要、足关键。咱目的是要建立祈祷的生活。操练祈祷、学习祈祷上好的方式，其实就是伫生活中来运用嘛，就是咱来建立一个祈祷的生活嘛。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继续甲大家分享，怎样来去做一个祈祷的生活，怎样通过今仔日的经文做伙来思考。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是歌罗西书第4章第2到第4节，也就是歌罗西书是使徒保罗写予教会一个批信。迄时教会拄着真大的困难，因为因的信徒得到真大的信用挑战，有一寡假的教师就来传讲一寡会当引诱人的福音，另外一款的福音，伊想要影响这个信徒，互因的信用来改变。保罗发现安尼袂使，就写这个批来帮助当地的信徒，期待因当坚守真理，毋好互这错误的教示、错误的道理
来影响。这张批最后讲一个足重要的学习，就是使徒保罗用实际的教示来教示因爱建立基督的生活，透过坚持基督来抵挡一切困难、艰苦甲挑战引诱。所以，咱为这段经文来学习几个功课。第一，基督爱恒切坚韧。咱用现代中文译本来看，保罗爱因恒切祈祷。恒切这个词，白话字的圣经安尼讲，常常专务，爱常常搁爱专务。现代台语翻译是继续迫切祈祷，爱继续搁爱迫切来祈祷。真正意思白话的意思，就是不断啦、不住啦、坚忍来祈祷。安尼教示，互咱有两个重要的启示。第一是祈祷毋好停止，祈祷无停止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6到18节安尼讲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祈祷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底人所定的旨意。伊用旨意，旨意是上悬的阶层，毋是苛刻，是定着的代志。所以上帝咱的旨意，伫耶稣基督内底得到拯救的信徒基督徒是常常喜乐，不住祈祷，凡事谢恩。可能有人会讲，牧师你搁讲一寡无法度做的代志，常常祈祷有法度啦，小可较努力就会做到。但是一直祈祷，祈祷无煞，迄哪有可能？但是有遐尼啊侪代志爱做，遐尼啊侪工作爱做，囡仔爱顾，老大爱顾，先生爱顾，太太爱顾，工作爱顾，搁爱买菜，搁爱扫地，祈祷无煞，迄是无可能的。遮侪代志无法度放下，敢毋是？但是，其实即马伫遮咧讲的，迄个恒切祈祷、不住的祈祷。毋是咱爱放下一切事情，是咱爱心意内底不断仰望咱的主伫逐项的事内底，伫逐项的场合内底，不断甲主沟通有联系。不住的祷告，就是甲咱基督徒有一个足重要的提醒，咱着用祈祷的心来面对每一个问题，不住祈祷。所以，咱可能是真侪场合，伫日常的生活内底，伫工作内底，无法度跪落来，嘛真恶，目睭起来祈祷。你开车的时，千万毋通起来祈祷吼，安尼隔壁拢爱祈祷啊。但是，咱会当直直祈祷，敢毋是？咱会当伫心内底，无任何的形式来祈祷，不住一直不断。来祈祷，那你厝里做家事的时阵，会当祈祷啊；扫地的时阵，到一个房间，就为这个房间内底咱的亲人来祈祷；囡仔的房间，就为伊的成长来祈祷。所以牧师伫开始怀孕的时阵，就为囡仔祈祷，讲爱聪明、正常、健康、好养，四大方面。我即马甲会友因咧怀孕的时阵，嘛甲摸巴肚讲，因为咱拢女生较方便，聪明、正常、健康、好养。啊，若生了缘投个美丽，迄是 plus 无要求。咱着互咱的囡仔会当伫上帝的听、正人的听内底，聪明、正常、健康、好养来成长。倒来咧，若咱是先生的册房内底，伫太太这个工作、读册的所在，咱就为因的灵命来祈祷。莫干那工作足无用，嘛爱灵命有成长。过来，你若厝里较大有楼梯，就为楼梯祈祷。扫起来讲，爱灵命成长；扫落来讲，生命内底无好的物，拢会消灭减少。
敢毋是真好？牧师上爱煮食，煮食的时一定爱祈祷，互囡仔食了会欢喜，口味会合，成长熬大汉，互先生太太会当食了以后臃肿无破病，互老大人虽然年纪介大，但是会消化、会吸收，食做营养，脚会用袂跋倒。这毋是足实际，这毋是足重要的代志吗？然后咱扫便所的时嘛会当祈祷啊，为家己所犯的过错来祈祷。虽然我黑，但是上帝洗我白白那洗。迄首诗歌敢毋是用迄首诗歌来祈祷？然后冲马桶的时候，求主甲遮个歹的拢冲好清去，我就更新搁一摆，成做新创造的人。阿免。那咱咧上班，咱是上班族，咱咧工作的时阵，用祈祷的心来工作，为你的同事，为你的长官，为你的部属来祈祷。我有一个姊妹2-3礼拜前伫小组内底分享，伊讲吼，伊的迄个公车帮较少吼，有当时爱提早去。一开始会感觉讲，哎呀，哪会较早去到办公室？后来伊发现上帝用即个较早袂迟到帮助伊。因为伊较早入去办公室，迄阵啊拢无人，真安静。伊就有一段甲上帝，我们叫单独会主的时间，足水的时间，祈祷、读经、灵修，为今仔日的工作祈祷。伊发现，安尼祈祷了后，伊祝福伊的工作，伊的长官、同事、部属的时阵。迄礼拜的工作，甚至伊的长官甲伊做伙完成，提早来完成。上帝祝福伫伊的工作内底。那你是老师，就为你的学生祈祷，用接待耶稣基督的心来教示因，将每一个课认真对待来祈祷。为你的学生祝福讲，因的智慧甲心量，拢爱做伙长大。主甲人听伊的心，也做伙成长，为因来祝福，为因来祈祷。亲爱兄弟，恁若是经营事业的老板，嘛爱祈祷，为你的员工祈祷，祝福因，毋是干那工作，因的生活、因的健康、因的家庭。然后你会足奇妙发现，这个员工是上帝予你的祝福。这个员工是上帝予你的帮助者，阿免。求主帮助咱，愿意安尼祈祷，不住祈祷，用祈祷的心来生活，用祈祷的心，互上帝旨意就安尼伫咱的生活内底，就咱要看见上帝大快乐运行伫咱的生活内底。第二，祈祷爱坚持啦。横切祷告就是祈祷爱坚持。什么叫做坚持？任何状况无放弃来祈祷，无放弃来祈祷。无论咱灵性经验偌尔啊悬，偌尔啊深，咱总是有当时感觉真歹祈祷，有当时会感觉毋知要哪个祈祷落去，有当时会感觉祈祷若像已经无气力，因为我的心孤单，我的性命软弱，亲像迄首诗歌依然爱我讲，有当时我实在毋知要哪祈祷，因为苦难毋知什么时阵会过去。这就是咱拢会经历叫做灵性低潮的时阵，求主帮助咱。虽然咱迄阵会感觉讲，祈祷若亲像无法度超越遐个困难，但是咱伫即个环境内底。咱毋是全无爱祈祷啊，好啦，休息一下。毋是，咱来继续坚持来祈祷，恒心忍耐，迫切无停止的坚持落去，就发现这个人生的低潮，这个困难总是有一天会过去。那亲像咱身体若有破病，咱袂讲好啦。医会卖医啊，咱会讲好，继续找医生，好，继续调整咱的治疗方式，到完全的康复为止。祈祷嘛是安尼，有当时咱会拄着瓶颈，
有当时咱会感觉上帝甲我安尼沟通，迄个管道那就塌掉诶。有当时咱感觉频道不对呢。有当时咱会感觉讲上帝无在听，拢点字字。有当时我会感觉讲我讲诶拢无啥明白，上帝可能嘛毋知我咧讲啥，因为我嘛毋知要哪求较好。就算是安尼，继续祈祷，坚持祈祷。一罐诶祈祷内底可能有真侪目屎。有真侪哭热，有真侪一工会当甲上帝讲，单独讲遐困难、遐足温密的代志。但是咱若愿意祈祷，就主要帮助咱行过凌晨暗暝。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我经过的经验。阮囝大囝已经18岁，所以19年外前，用要20年前，我迄阵啊拄伫美国读册，你知影伫美国读册。留学生拢真散车，阁真孤单。伫暑假诶时，我望着我诶左下腹有一粒那亲像高尔夫球遐大粒诶瘤，望着诶时，规个人拢硬去，那像规个人拢冰去，迄款感觉从来没有的经验，伊惊着。我哭2工，嘛毋知要安怎。我诶先生讲，免惊。抑阁毋知是啥物，先祈祷，才来检查。我毋知是物查甫人诶神经较粗啊，是安怎？还是伊诶信用较好？伊讲免惊，我想想有对呢，遮大粒，抑阁活咧，应该无代志。就安尼相信，安尼祈祷，然后嘛无法度，迄阵仔就拆机票，就用8、9月。伊诶妹妹要结婚诶时阵，紧转来，然后先去看胃肠科。胃肠科诶医生讲，迄上头前毋是胃肠科，胃肠科伫后壁，迄妇科诶。介绍伊诶朋友互我，过来走来马街后壁看另外一个足有名诶妇产科医生，姓潘，毋知即摆退休啊未？迄医生超音波甲我照照诶，讲啊，巧克力囊肿，倒边10公分。正边5公分，够大粒。感谢上帝，无生入去卵巢内底，嘛无生入去子宫内底。明仔载带伊后日开刀，迄阵我嘛袂惊，因为有祈祷。我讲医生，我2礼拜后阁要转去美国，爱坐回轮机，袂使开微笑标志。安尼我无法度坐回轮机。伊讲无要紧，即摆有新型的叫做。腹腔镜，拍死个空就解决。我嘛足相信的，就安尼明仔载带伊后日祈祷，然后3工了后出院，转去美国继续读册。为着要请假，搁甲超音波摕去互老师看，为虾米消失2礼拜？伊讲，伊甲我讲英文，甲我讲，伊讲牧师，伊讲话阵，啊你哪抑阁会笑？我讲手术好势，健康转来，感谢上帝。还佫会当生活，会当读册，会当工作，上帝也有有缘保守，感谢上帝。所以祈祷爱坚持，上帝就做工。过来，祈祷爱警醒。保罗接续讲，恁祈祷爱警醒。保罗提醒信徒，祈祷爱警醒。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莫困去啦，清醒一下。较清醒一下，所以意思是保罗发现有人祈祷会困去咯。咱讲那才好笑，祈祷困去。但是你若操练过长时间的祈祷，你就发现，若祈祷无内容、无深度、无灵性，变作仪式，会真正会困去。所以咱发现对圣经来看就好。耶稣常常祈祷，佮带门徒祈祷，上后带迄3个叫做啥物人？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。大概耶稣若重要时刻，因拢在做啥物？睡觉。耶稣登山变魔，甲以利亚、甲摩西讲足侪代志，足重要的代志，因在做啥物？睡觉。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，流目屎，迫切祈求讲：爸啊，若是这是会当，
就摕开这个杯，但是毋好照我的意思，爱照你的意思。伊的肝若亲像火在滴，门徒在做啥物？睡觉。所以耶稣苦口婆心甲因讲：恁敢无法度甲我做伙警醒清醒1点钟嘛？敢无法度嘛？着警醒祈祷，免得入去迷惑内底。恁的心愿意，恁的肉体能食。个人能食，彼得无偌久就3次否认耶主。求主帮助咱，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落实咱的祈祷的时阵会当警醒，毋好变做一个仪式，会当真正意爱祈祷。咱爱常常去想，为虾米我的祈祷会无去晕难？为虾米我的祈祷无互我得到喜乐甲平安？咱以前伫学生时代，拢有一科。可能逐个科无共款，迄个课本比安眠药啊较好。有个人是数学，有个人是古文，有个人是英文，读咧，哦，足好困。我拢常常讲，迄叫做上好的安眠药啊，佫无副作用。但是基督徒嘛，常常笑亏讲，有一本册比遮个佫较好用，报告拄啊好做枕头。迄本叫做啥物？圣经，若咱看圣经看甲困去，祈祷嘛，祈祷甲困去，安尼有较惨。求主怜悯，求主帮助。咱爱将甲上帝3会迄个时间当做那足甜蜜的，敢毋是？咱若谈过难来就知，咱若有好朋友就知，敢若散步讲话就足欢喜的，对无？咱爱甲上帝做伙时阵，亲像安尼，搁较久嘛有气运难。啊，结婚了就歹讲啊。所以咱爱亲像安尼，甲主相结连。咱爱知，祈祷是咱属灵的空气。咱逐工逐时拢爱使即个空气来得到活，无咱的信仰就会死亡。保罗继续讲，怎样有祈祷有内容？伊讲：恁爱祈祷，伫祈祷内底对上帝有感谢的心啦，就是用祈祷来落实伫生活的时阵，爱常常感谢，就像头拄仔经文所讲的。有个人感觉祈祷就是来甲上帝求啊，求即项，求迄项，求了迄项，搁一项，迄项求了，搁有别项，家己求了求别人，直直求落，安尼嘛对。但是无够，因为咱爱用甲上帝透过祈祷来建立亲密的关系最开始。咱毋好用祈求最开始，咱爱透过感谢、透过学乐来建立甲上帝真亲密的关系。咱老做过爸爸妈妈拢足知。一个囡仔若来到咱面前，敢若想要讨囡仔、讨物仔，咱着会嘛是会互伊啦，但是心内无啥欢喜，敢毋是？嘛感觉足郁卒的，那亲像关系无甲伊好势。咱若安尼想，咱就知影天父的想法、天父的心情啦。咱来甲伊建立好的关系。迄个亲密、紧密甲甜蜜要有3密的关系吼，亲密、紧密跟甜蜜的关系，互咱会当透过感谢伊伫咱生命中的恩典，透过伊伫咱生命中的作为，感谢伊来建立关系。一个有祷告生活的人是感恩的人，一个感恩的人就有祈祷的生活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届看到上帝所做的代志，伊经历上帝伫伊的生命内底的时阵，伊拢会倒来到祈祷，来学乐上帝的大气力，来感谢所领受一切的恩典。第四，祈祷爱到一个目标，叫做合主的心意，合上帝的心意。怎样合上帝的心意？
第一为别人祈求。使徒保罗接续讲为阮祈祷，这个阮是啥物人？这个阮是保罗以及所有服侍的人团队的同工，放踮咱的教会，就是为你的牧者祈祷，为你的中职同工祈祷，为所有服侍的人祈祷。保罗安尼提醒信徒，是因为伊知祈祷代祷的力量是怎样啊大，常常为别人代祷，所以咱的教会一直推动中保代祷事工，就是这个原因，为别人祈祷，为家己的需要，为咱所听的人的需要祈祷，这是足正常、足真实的生活需要。但是干那安尼祈祷，咱的祈祷就太细。有人讲咱的眼界偌尔啊大，咱成就的事就遐尼大。干那为家己祈求，咱的祈祷就足有限制。为别人祈求的时阵，咱就会看见别人的需要。咱无干那注目伫家己的困难，走袂出来。咱会当经历个世界变大，咱会当扩大咱祈祷的帐篷，然后咱就看见上帝伫别人的代志顶面，可能是首先来应允。所以咱毋是干那经历上帝伫咱家己小小的生命，咱会当经历上帝伫别人的生命。这是何等荣耀、何等奇妙的代志！毋好干那为家己求，着常常为别人求。所以咱就对自私、自我、中心的祈祷，扩大变做无私、充满疼痛的祈祷。代祷原文的意思是之间到前往的意思，就是爱踮伫破口中间来祈祷。你也常常想，咱身边所有人，伊的破口是啥物？就为伊祈祷。伊可能是身体，可能是工作，可能是人际关系，就为伊祈祷。那么爱常常想，教会破口伫对，就为这个需要、这个困难来祈祷。就上帝要伫遐大做工，透放伊的气力，互咱看见人手袂话做。上帝要成就，代祷力量就是遮尔啊大。圣经内底足侪的例甲咱讲，其中讲一个就好，就是民数记第14章11到12节，迄阵啊，以色列人出到旷野，伫遐行足久了后，玛纳要爱肉食，肉了要爱水食，水了发现日头伤大，搁爱热。即群人太歹带咧，上帝怎起圣地，讲袂啊，灭亡因。摩西你较乖，对你的后事兴起大作。摩西甲有讲啊好啊，真赞。无，伊讲毋好，千万毋通。摩西为以色列人祈祷，为因代求。就上帝，圣经安尼讲，上帝讲，我照你的话赦免因，我照你的话赦免因。祈祷到这个程度，代祷到这个程度。讲到这，咱可能有一个疑问，讲上帝全能的啊，我改变伊嘛，我减会通。而且咱要讲的是，上帝是伊有伊的主权。无毋对，上帝嘛有伊做代志的方式甲时机，伊嘛有伊的旨意。咱毋是要用祈祷来改变伊，爱上帝做这，也是毋好做迄；用这个方法做，也是用迄个方法做。而且是上帝欢喜用宽容的心，甲咱透过沟通、对话、讨论，甚至是辩论，来甲咱互动。你莫袂记哩亚伯拉罕甲上帝迄个做朋友的过程，毋好袂记伫所多玛迄个事件的过程，
有无？伊甲上帝叫做画帕拉件，50个好无？无40个，无30个，迄个讨论，迄个进前的过程，上帝欢喜用宽容的心来甲咱互动。目的是啥物？目的是要透过即款互动，互咱甲伊建立关系。祈祷就是要做即项事。所以，咱要透过不断不住、坚持的祈祷，来了解天父心意，来顺探伊的心意，来甲伊3同工，来体验伊的大权能。亲爱兄弟，亲爱兄弟，有人讲复兴的教会无拢是为祈祷的复兴开始，复兴的教会为祈祷的复兴开始。嘛有人讲，无有复兴的教会，无爱祈祷的啦。所以，咱的教会爱搁一摆经历复兴，为祈祷开始。求主互咱每一个兄弟，诚做教会面对属灵挑战，愿意复兴的支持者，用祈祷来同工，互咱会当伫挑战内底徛在无摇掣。保罗阁继续讲，最后为阮祈祷，求上帝赐阮传播信息的好机会，宣扬基督的奥秘，就是伊现在为着这个工作在坐家的，请为保罗祈祷，互伊会当尽责任，将这奥秘，就是得救的奥秘，宣传最后所福音的奥秘，显明出来。祈祷爱落实伫生活内底，祈祷爱互咱甲上帝迄个互万人得救，无一个人沉沦的目标来结连。因为祈祷正做咱生命的一部分，就互咱生活哪有意义，咱就袂祈祷甲困去。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祈祷上重要，兼是互人会当得救，带领一个人会当听福音。来得到拯救嘛？求主互咱每一摆在讨论祈祷的时阵，就实践祈祷、操练祈祷、为别人祈祷，伫咱的生活内底，也互伊成做咱生活的使命，互咱会当看见上帝为咱成就大事。亲爱兄弟，最后无事要甲大家分享。所有的服侍，到咱年老的时阵，可能拢会面对无法度继续做的软弱。只有一项服侍，会当对咱到生命的路尾。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只要还阁清醒，就咱会当服侍。这个服侍就是祈祷，为教会祈祷。唱话周报来祈祷，为家庭祈祷，伫每一个房间祈祷，为工作祈祷，为你的社区祈祷，为你身体需要换手来祈祷。就你要看见，也要经历上帝透过祈祷，甲你3同行，3同工，直到世界的落尾。阿们。做伙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创造世界，佮你创世以前就为阮准备救恩，透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救恩的大功劳，互阮会当伫罪中得到透放，伫黑暗中得到光明，伫软弱的时阵得到刚强壮大。求你赏赐阮祈祷的气力，时时祈祷无煞。搁伫阮袂晓祈祷的时阵，带阮祈祷，也为阮祈祷。就阮要做伙经历，透过祈祷，阮的生命要改变，世界要改变，教会也改变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